代父遠展好年華，於家鄉木蘭也應出嫁。今次一定好新鮮啦，因為唔同嘅劇目啊嘛，唧唧復唧唧，木蘭當戶織，咁家傳戶曉嘅一個故事，咁好開心能夠可以參與其中啦。昨夜見軍帖，黑韓大點兵，軍書12卷，卷卷有爺名。阿爺無大兒，木蘭無長兄，願為市鞍馬，從此替爺征。如果想知道咧，我今次咧點同香港舞蹈團合作咧？嗱，平時我就會主持多啊嘛，咁今次咧有戲劇嘅成分啊，咁裏邊我會同阿小龍一齊咧去帶出呢個木蘭嘅故事俾大家。點樣由一個頑皮嘅學生去改變啦？咁同埋咧一齊去透過木蘭嘅故事，去更加用另外一個角度啊，透過舞蹈去認識木蘭呢個古仔。咁大家一定要嚟睇啦！你睇咗你就知㗎啦。重見故鄉日照清朗，還我女壯苗條端莊。